有倡导苗栗市长协会嘅理事長王淑田王理事長，然後呢，理事長已經到按一個節目中來，拿一個聽眾朋友先來打一下招呼好了哈。係主持人，各位親愛觀眾，大家午安，大家好。我係苗栗市長協會現任理事長王淑田。王理事長啊，今日到按一個節目中來，感覺非常榮幸哈。主持人，然後呢，今日我訪問兩個理事長啊，主要呢就愛請教理事長一道事情哈。真多人唔抵講兩個市長協會呢。你係乜嘅一隻單位哈？韓國兩個市長協會係樣板成立嘅，但係呢，我請教理事長，拜託理事長來說明哈。我先請教理事長，目前喺苗栗縣啦，兩個市長朋友有幾多嘅人？目前呀苗栗縣啦哈，係講有家業協會啊，差唔多200-300佢無家業協會啊，可以講要10個啥？要10個啥？有一度啊，要按度哈。用有的市長朋友冇家業協會，因為這樣事哈，下家業協會啊，政府啊哈，你申請個殘障手冊，好，主要人家講個殘障手冊，政府佢就登記案咧，登記案就轉到嚟市長協會來，協會接到呀，縣政府轉過來申請咋，由市長咋來做倡議家業協會，做成案咧，下講有200-300啥，冇登記咧哈，差唔多幾千啥，市長啥，要按度哈，跟苗栗嘅市各種嘅就講兩個協進會啊哈，佢做樣係成立嘅。成立嘅背景係樣板。有時咧，有啲講起人家有困難嘛，當時。差唔多人家95年，民國95年噶，以前他咁樣記得冇哈？我本法辦一到啊，一直後生嘅帶啲老人家行路，家姐看到本法辦，嗰陣時人家他講咧，長命嘅就本法辦，下呢？較怪啦，很多很多市長咋市長咋，做木主冇很多市長咋，就勢力比較較唔好也就講就唔會從頭位講唔好聽，一句講市長咋，到民國95年噶哈，一來印度係咪？沙飛發現到係問題了，政府啊，就老成立苗栗縣那個市長協會發展協會成立起來了，對，佢組織起來了。你係現任嘅理事長？現任嘅理事長之前創會理事一屆兩屆，可能有第四屆啊嘛。第四屆，好。因為我先請教理事長，因為去接兩個理事長。一講起來哈，因為我本身啊。係糖尿病引起嘅，唔係天生咧，市長。唔係天生咧。嗰日講到有呢度間，又講到我當床。我做因為糖尿病引起目睭唔好，目睭唔好咧，慢慢就看唔到。目前還看到掉嘅啦。因為糖尿病引起定嘅。我得到人哋病以後呢，目睭病了以後呢，我就加入邊市長協會。加入市長協會以後呢，我發現到。人家市長朋友啊，實在呢度需要人聽書，需要人幫忙，嘅個藝術當即起來，揀於有得聽嘅一做法通，呢啲有嘅啊市長朋友算嚟樣嘅，神法樣高熱啊，佢呢啊方面理事長唔專長啊，之前做過理長嘅人，唔敢講專長。人家理長唔就服務為目的嘅啊，一種人家要將心比心啦，頭擺人家服務多人咧，係啊，忙啲有年超得到人哋騙啦，得到人哋真頭。講你感覺嘅市長朋友啊，實在當時人家沙飛人士啊，他個共同嚟比較好嘅環境。算有了改善，一下是一漲嘅啦，改善一度咁講過。我請介紹一下，苗栗縣市各種嗰隻福利協進會咪，就係按呢市長協會咪嗬。
你個服務嘅項目要按做乜嘅？你就諗住天數按到乜嘅啫？哦，也講咗呢度了，唔怕啦，慢慢留呢度嘅，可能也有視障朋友這個談嘅節目，佢冇介入按嘅消費，佢咪希望佢哋來介入嘅消費，視障消費啊，目前哈，人家睇下一般啊，老百姓啊哈，消費人士觀賞咗，也目睭膜一天去按摩。人家客家話講足療，係啦，足療啊！我呀嚟視障消費啊，當初初，做埋有一本視障朋友啊，替佢學習，學習吧嚇，喺埋就有頭路。我目前係視障消費呢，替佢有班，按摩班啊，足療班，足療班有班，一個初級班，一個高級班，又係個老師班啦，就教老師啊，即係個學。作用咩個當見人現在命就好，我可以做唔可以做，呢度啦，因為最重要目前啦，就希望佢有頭路做，因為目前啦最重要頭天有頭路嘛咧，一當開個白天嘢啊，或者街頭藝人啊，街頭藝人在路度消費呢，所以係同手飲茶，這個經驗茶，師傅小雪山高速公路小雪山，嗰日3月嘅啊，火沙路，嗰南莊也有啊，要40個地方啊，要街頭藝人要表演，要舞台和要舞台啦，穿絲一些地方，要40個地方嚟啊，佢講藝啊消費到呢，當道嘅藝人啊，藝都拜拜，見了嘢就最記得，表示而我飲碗翻身啦，所以都係希望個各位朋友相信啊，喺有少個地方，躺到安路窗咧，安路躺喺嗰嘅，企下來蹲掉啊，躺下來，嗌一按到呢，視障朋友窗喺嗰嘅，喺好花我唔記得咧讀得書下啦，至於嘅發通咧，實在係消費攀當多啦，一般係一路嘅要本啦，喺路嘅來講啊，要搞日大。寶林橋，搞倉果嘅，宜家班啦，當多班、天樂班也好，細一樣嘛嗬，有時候樣。結果，你就訓練，你就視障朋友能夠有一技之長，去拖一碗飯食，對，去穿一碗飯食。訓練咧嚇，最厲害啊，按摩作用嚇，一個嗰個。倉果啊，一兩最太熟嘅，你都要加個本燈，佢自家去用佢自家嘅力量自食其力。對，就人家就搞佢啦，搞佢啊，要請咗咪老師啊。佢唱按樣啊，期盼過按到乜嘅發動咯？政府要變個意思，係要出嚟當身嘛。比如講啦，去打保齡球目前看唔到打保齡球，人家可能想唔到啊。都天天做嗰行嚟球掉啦，掉落當準，當然比賽啊，所以拿獎幣啊，係咪去年啊，保齡球得到縣長頒獎嘅啦，要拿個提名，保齡球啦，按摩嘅瑜伽班啦，個倉果啊客家天師台入度嘅1年100比賽，嘅球員拿獎牌啦。按家可以講按視障消費啊，總人係行出來，當到發通唔會無聊啦。今年就較大雙咗啦，拄到嘅口罩戴戴。疫情，那他個叫疫情啊，一是太感染就輸到嘅影響嚇，這非常嘅太。個尤其嘅飯店啊，個乜做唔得女士嘛，做唔得飯店做唔得落去食嘅就冇用嘅。所以人喎，將係按摩嘅嚇，按摩落倉果嘅。冇影響喎，全部頭都好錯。係啦，風景其他風太冇意思啊。係啊，那就先唔得。佢唔係就9年啦，有一堆嘅服務到家嘅方式，你樣嘅我收費喎。從你就9年講，學一技之能咩？係啊，佢1對1個別服務到家。要收費喎？一從冇收費唔從按摩班來講因為也學生嘅呀，9日啦免書多2年，都省力18，
可以拜啦，可以拜哈，佢不單講唔是寫，還有得正嘢啦，有個基本生活費本嘢。哦，好，以後你還政府要政府嘅補助，老師有係消費嚟錢。意思就要培養佢能夠有作用嘅技術，對，能夠服務人嘅。個另外嘅廠家係講係街頭藝人啦，係啦，喺入度哈，喺度搞完又創業，做請老師嚟訓練，甚至係做錄像帶。做完咧，表出去，介紹又比較人啊掏錢了，做生意，係也做個嗌啲唱歌舞台，他們也沙飛上呢度呢號人士啊，比如叫老家爸。下面做90歲、100歲生意，唔可以唱嗰種歌舞台咧，唱喺時裝雜，係嚟現場表演得當好。望啲啊，有佢咩好效果咧？望啲時裝雜，他個一看一時裝雜喊腔，雖然冇做看唔到唱歌啊，即係我彈琴咧，即係我唱歌啊，你唱得啱好。跟住得到賞金嘛，唔輸嘅歌舞台咧。過來5月節啦，我讀中嘅比賽，半夜班啦，做夜餅，個咖啡我要泡，想泡飲茶，搞完時裝茶，咖啡，買到了我要泡完，你我請老師搞，我要想請老師搞，你泡完了，你還要去開個咖啡店，開店。佢視力看唔到，就按槍，跟人家都樣搞亂槍，我講只看冇談啊，明年嘅人就平常嘅人就學唔得我嘅拋架別依個技術咧，你樣啊學樣啊有老師教，個係喺度哈，又冇做看唔到嘢啦，睇嘅技術腳看嘛，個記性又較好。主持人都冇事啦，關於嚟嗌消費了，嗌播空嘅本身，剪嘅本包，泡飲茶哈，一定要咧，補得出哈。有乜點係好康嘅㗎？係啊，你話，但我偷3成嘅本身，當然我日個主模要辦啦，一靠啊主持人個主模要辦，佢啊，佢用書名，名都係用模啊，其實佢就係就對睇。一看個人個天生天養啦，如果你方式，你就按你方式成法啦。那佢如果說一9月做法，9月4三夫，9月補3夫，冇按嚟講啊！啲啊天台都講款空中朋友會講嗌做講古，你來到嗌消費啊，可能係上課，可能係教，你都自覺確實咯。天生天養讓我按強，真係做話。你睇理事長嚟講我就真難想象講，佢目主唔好再看樣板學會嘅你聽過確實係真見到今天都提拜談到，全部有老師教啦，從四歲到嚟講一般啦真病攤開來，主要嚟開來，我要錢啦。個數字變得吹到變得易，總之吹到開咗車咯，變得數字，慢慢嚟車，你結盤結拍，唔識係隻，老師都講，你確實冇咁簡單。係啦，主持人，我想請教下，目前全看唔到，我一按摩跟住係拿500個人一張，100個人一張，1000人一張，人家攞年下簽個交錢500個人，見拿100個人拿1000人，根本就看唔到人，見樣個點啦，主持人點嘛，主持人閒家空中嘅朋友呢，唔做吃飯啦攞個錢收個三角去，就對角角頭嚟砸，500人呢，個面要等下錯。100元咧要抌開樣1000元咧要抌開床佢有一名記住啲按住名係出嚟對閘即係三角嗰度三角嗰度對你閘啊
我當初嗰個偏，叫我當初去創。對，當初去創。好。嗰你偏個嘅木主看唔到啊。你按摩吧。咁冇改哪一錢有邊，冇偏嘅。佢聽到波見咯，叫我玩槍哦，佢按咧。佢按咗一高數幾多啲？都啲。佢以前冇看咗，世界數所停到所執錢。好。呢位泰漢之音調頻廣播電台 FM 97.1，你喺進行嘅節目《泰漢風雲》啦。基本上一個來賓，一個風雲人物，嘅苗栗視障協會嘅理事長，現任嘅理事長王淑田王理事長嚇，加起來你講，個作用咧，佢雖然講目主要看冇識看嚇，甚至於長看唔到。但係，我希望你嘅人客啊，絕對冇偏見嚇。唔偏見佢一啲啦，佢也有法度分辨。好比講，哪100、哪500、哪1000，佢全部啲嚇，佢馬上可以分辨咯，絕對冇信心上可以偏見嚇。係我苗栗縣嘅視障協會啊嚇，底下目前要加百上了嚇，要按到飛人，那還有。想我做乜嘅事，想要乜嘅計劃？主要苗栗縣來講，目前啊，因為按你木主冇都有哈，差唔多3年嘅時間啦。3年時間啦，我哋一接觸人家木主冇視障的朋友，我一看，因為我木主也很多時候看得到，我就一看見的，不管意識、行、做。一咪實人啊，當注意，都計雙課的，係當注意嚟看，看嚟咧，係感覺啦，主人呀，比如話行個馬路巷來講，行馬路巷啊，最重要嘅啊，也喺台灣啦，尤其係苗栗啦，台北也可能都需要嘅，行嘅紅綠燈啦，紅綠燈，唔會上，唔會上啊，出嚟見咩意思就一停噶嚇。出嚟木主了人看得到嘢嚇，因為看到遠看到嘅呢種紅燈，都木主完全看唔到嘢。唔啲啊嚇，要冇散，冇吊叫阿未叫，我都唔啲嚇。阿幾一講如果你上演啊，佢較前次咧嘅嚇，主要嘅我上咪，不過時間多了，嗶，就第個紅燈、黃燈、盲燈，我多了視障者。技術上咁過馬路啊嘛，像台北市嘅綠燈可能要高，主要咧，要我以為人嚇，唔好查啦，跟藝啊啲消費者啊，一要搞啦，搞個藝啊就按完全看唔到嘢啦，嚇。嗰時苗栗縣嘅嚇冇班機啊，也要我建議人家就苗栗縣政府啊，也要建議啦，建議個苗栗縣政府啊，嚇，也要關心啦。呀，上禮拜嚇，人家縣政府呢嚇，嘅處長啊，要有派承辦人先嚟了解，講我殺到嚟，目前也係建議苗栗縣政府啊嚇，在苗栗發展面前，中南發展面前，嗰個通州、後路、灣里。一全部發展面前啦，斑馬線嚇，嗰條線嚟做，喺前位做得嘅話再不叫將來，我相信呀，很嚴重係一檔初衷有就問題啦，可以舊睇下去嘅，可以推廣咩？嚇，可以推咗夫婦開發咧，先啊你來，先做啦，係啦，先做，佢做得嘛，做得嘅話。一希望苗栗縣啊，他就太賺錢，賺到錢呢，改善一下，係咪呀？越發越好啊！係啊，萬創過了重大事啊！因為目前當上做嘅啦，唔要建議嘛？建議咧，建議，所以希望一天台都嚇，哎呀就喺壯觀，因為有談到啊，一天台都有個，一希望有談到嘅話，同埋一定要充實一種問題。好，聽眾朋友嚇。我相信呢，唔談到啊，唔有會認同嚇。我更加嘅希望，按呢個苗栗縣政府那個機關署長，韓國呢按呢個民意代表演繹嚟到咧，韓國各鄉鎮市公所嘅地方署長嚇，鄉鎮市長嚟到，
我應該要關心呢個問題。對於失蹤者，家下李司長有講，苗栗縣嘅失蹤者算來有1000個少啊，佢哋行過紅綠燈啦，一般平常人看得到紅綠燈，佢哋看唔到，所以呢，俺哋苗栗縣到目前為止冇頒給那個有上嘅有聲標誌哈，冇頒給，冇頒給，所以呢，希望大家共同努力，為苗栗縣嘅視障朋友來提供兩項嘅服務哈，大家。另外哈，假使講有多人啊哈，關於那個苗栗視障協會有問題，或者係有同樣嘅視障朋友有需求上嘅人聽數，我樣板呢來攞呢個協會來聯絡。哦，要講好啊，然後各位鄉親報告，因為目前呢，人家苗栗縣視障協會啊，哈，先講啦，聯絡天發哈，人家是037啊，哈037，279631，037啊279631啊，個另外幾呢哈，269478478，哎2694778，啊起點呢哈。之前他講，在人苗栗市啊，哈，發展成那個移民呀，移民苗，從移民苗嘅移了，移民苗移了啊，移了，這就是視障協會，移民苗移了哈。後來呀，一方面啦，坐巴士坐火車，都就一群啦，都苗栗火車站，冇苗栗火車站，啲太湖來啲嚟，啲條款來全部一方面，一方面啦哈，對，就會有先做學院，有苗栗學院哈，就全部做得哈，出接去前日就也做得哈，天花也做得，天花上都咪要談折磨哈，037279631個。2694778呢兩件天花哈一般來講，我前俺哋視障協會聽數嘅係應該係也係目前有多少問題嘅人啦哈。一般來講係按樣，一般咧應該係按樣冇錯哈。佢記得前咧之前有人簽了的嘛？就是睇先。唔加公用啊！就講根本嘅之前啦，有呢度視障協會，有呢度視障嘅朋友打電話要求呢度聽數嘛。哦，有呢度要聽數係乜嘅東西啦？睇入啊！呢度比如講嚇，廿下處理啊，人家比較打天花啦。打天花。因為有一個書記啊，咪穿頭擺哈，落實天花。也全部挖一些紙飛機咧，係嘛？哈巴機樣啊，老師教佢啦。教個要用，冇轉起啊。唔記得咧。就我大呀嘛，叫好。搶高咩搶高還有專門那個專門教天花。沙工哈。專門咧個還有個專門嘅老師。嚟。好。呢度啦，因為神發商。就神發商讀了困難，就打天花搬嘅的。對。就擺到嘅的。大部分都可以嚟解決咩？哈。一般那個90%啦。就係大部分可以嚟解決。對。那我想強調喺俺哋嘅視障朋友啊。即係上神發就講食衣住行，大家就點咩哈？食啦、喝啦，行個呢行啦，呢度啊，從呢度視障者假使講，需要協助嘅時間，希望一般人用嘅來對付一般人啦，用嘅來可以聽數視障朋友啊，也用辦嘢嘛。也一般也確實也冇啥啦，一太問題也哈，政府也好，社會要包括社會希望視障者哈，行出屋卡，行出也社會，我行出我讀到當大問題。等一下，因為時間的關係，等2分鐘我等繼續啦。好，謝謝。
采体新闻、采体文化，最专业嘅行业广播频道，台湾之音 FM 97.1，老吳創造美好嘅未來。想知道最流行、最多元的生活资讯，别错过广告时间喽！我是蔡依林。文化知识的桥梁赖阿盛图书文物特展准备开展了。展览时间从2021年8月23日至11月26日。为了让大家更了解展览内容，苗栗县政府文化观光局将在110年8月23日星期一上午10点，于台湾客家文化馆练练客庄展区办理交流座谈茶会。详情可洽专线苗栗县南庄乡爱乡协进会0988-012-105陈专员，或上台湾客家文化馆网站查询。我9點咧，我去趟日日好心情了。我沒有堂呢，禮拜一到禮拜六早晨頭9點到10點，我請好堂報每嘅日日好心情，老大家打嘴鼓，還有分享青島清新嘅話題，甜食喲。真喜歡聽到報妹甜甜嘅笑聲，我去同報妹口音點歌咧，格格來去準時收聽哦。以上廣告由財團反映客家公共傳播經費補助播出。Oh, my dear friend， 親愛的聽眾朋友，係咪感覺生活工作非常的甜咧呢？唔是嘅，冇想過，用愛音樂24點鐘呢，來讓你上派。我是謝一位，我係蔡依薇。讓你談戀愛，浪漫嘅故事有幾多？呢位係台灣之音調頻廣播電台 FM 97.1，你係進行嘅節目係每週禮拜四暗晡頭8點到9點播出嘅台灣風雲。今日係一個來賓，係一個風雲人物，苗栗市長協會嘅理事長王淑田王理事長。呢個節目台灣風雲第945次嘅播出。上半小時呢，俺亦都請教到那個理事長哈，講俺亦啦，那個堂中來分享那個生活方面的哈，尤其呢，食衣住行哈，作衫褲呢，大家就去講開啦哈，作衫褲去講啦哈，啊，當那個市長在假使講幾有需求嘅時間，一般民眾按樣板來正確嘅。來撈佢聽書，撈佢研討，哦，呢度，拜託理事長啊，撈俺呢個聽眾朋友來說明一下。好，也給安子說就是人家講實啦，市長在一下呢，他個鼓勵個市長在冇因一旦康復下，行出沙飛咯，行出來，我要沙飛呢，判斷到發通，可以講當然啦，嗬，就沙。發通嘅，發通係一市長在佢啲18項式去參加嘅發通，聽佢哋面對實，來到消費以後呢，佢實咗樣啦。哦，好，啲實咧。聽佢佢上課完了佢賣實來個，賣實佢嘅附近嘅店行啊，一睇係個參考。個市長在來到店行嚟嗬，佢看唔到，佢叫什麼啦？我嚟。佢人要做生意嘅人啊，我嚟介紹。最有經驗嘅，佢看了哦，要市長在，王理事長王淑田先生，理事長來，你見邊有什麼人啦？見邊有哈？佢我講，佢台灣有介紹，見邊有個前二咩3層肉，爭38號啊，湖竹嘅，嗰個乜秋刀魚啊，佢我介紹，介紹佢我孫生講啊，跟人家私用佢都講，講咧藝啊做個，見邊上課咧，同學有個啥，跟我買叫我分，叫做實，這個副區呢嘢啦，啲嘅，個做到唔啲人用個啥啦，一都拜託各位鄉親啦，你去個麵店嘅一個嘛，你看到有哪個書倉啊，這種官嚟啊，佢個做，來到店門口一幾橋嘅飯，你看到一橋嘅，
麻煩你所識得咩也好，買得咩哦，嚟聽書下，你先生寫下字，你咪讀記，我買嚟識，幾天個係，佢幾塊要買嘛，就麻煩，就寫出下，係。所以你其他講嗰時嘛，佢唔攞佢聽係做得嚟，做得對，佢都攞佢聽書啊，聽書下，佢其中人我當監察，一冇俾人錄到，一冇嘅，唔好走，一識呢方面啦。佢轉到屋卡嚇，都有講到，哎呀，木主我哋前面有講到啊，實在當聽，你真係教屋卡東西啊，冇去聽同過，老師去教佢，教佢個你要切菜，你要煮菜，你要用鐵鑊嘅，教佢擺以後，記住啲咧，教屋卡東西啊嚇，你冇細佢咧，佢上課轉到屋卡嘢，記住啲咁夾，差啲係一套啦。還要碟飯，可以來就古天嘅東西，用到古天嘅素材。西米乜嘅嘢的，佢用鐵鍋煮嚟食啦，哈，比如泡風菜嘛，你用裝，要不用一鑊熟。難怪人哋在看那個乜嘅看電視啦，了到電視劇了到，有時種的朋友佢裝到屋卡，將人哋名人講講，將人哋木做好好講講。佢做乜嘅？佢做許多那條就做乜嘅？你冇講法，唔止講時裝仔。所以講節目主義嚇，要乖。我一般正常嘅話，要去唱後田木主唔可以啊！節目組根本開唔實。冇收佢，唔講節目組好，你出門拿下。所以節目組啊，因為身體有變化啊，一度度燃料嘅。啊，如果你前嘅話，一唱一條度度嚟合出來。一下呢，想我請教理事長，就講希望能夠大家啊。就按呢就盡量表態講出來冇乜嘅相關嚇，就講目前來講，苗栗縣兩個建築相關嘅人員嘅專業培訓啊，然後兩個認證哪冇？又要共當講，我實在苗栗啊，唔止苦呀嘛嘅嗬，留嘅黑台北台中啊比起啦嗬，要共當講啊，真係眼彈起來啊，真係要踩界欄點樣講咧？你像養係最少嘅嘛，做個聽書嘅嘢啦。做時裝仔有個培訓嘛。帶定係行路嘅嘢，帶定係上課嘅嘢。唔知依下後生嘅較冇嘢嘛嘅。做當社話咧聽書嘅嘢啦。都當上啊，做政府啊，專門開安嚟辦啦。來訓練也不管後生嘅，一件係有能力嚟服務嘅嘢啦。開種辦來訓練佢哋來服務時裝仔。你係應該係地方政府我負責嚟啊。對，你係地方政府我負責嚟嗬，我就希望即係呢一集節目，假使講有談到嘅，我就加下講嘅，苗栗縣政府嘅相關署長單位嘅主管，你有談到，或者係民意代表，你就演員你就你有談到，唔就應該愛為你就時裝朋友來服務，從呢度專業嘅培訓。對，佢講冇前後攀捱冇先啦，老實講啦，我做記者做20年啦，嚇。你講緊樣嘅前個冇前後攀，佢浪費咗啲錢幾多人掂喎？佢要做條博冇班人要撈出嚟啊！佢衝入嚟啊！下個地嘅，唔好查嚇。所以講聽眾朋友講地方政府啊，嚇，你係個。人才公門好少行哦，人才公門好少行啊！你係記法哈，希望呢個公務人員哈，你談到你這個認聽啊，應該假使講係有事嘛，見面你就會踏出來做。從呢方面唔拉有乜嘅建議冇？做建議幾多應該去關心嘛，嚇，應該。主要按啲東西啊，落出船報告啊，不過乜嘅事情就咁樣啦。建議啊，就一層貨手干樣啊，砰手出嚟。嗰度就唔係啦，唔好將手潮攤喺手咪，唔將個時裝仔啊、陳裝仔啊，一到一長期，佢冇可能講教務組啊，不照顧白好咧，冇可能。而家一成年嘅事情，而家都希望咁樣咧。一下政府啊，佢
佢可能有安尼錢啦，也有安尼能力去做。問題講要做真扎，做行頭人，有心嗎？冇心，佢有心，真的確實，尤其係師裝扎咁過一般咧，殘裝扎一般嚟講有乜困難嘅，可能要比師裝扎較窄一些些。師裝扎之類呢，木竹啊吃寬了之後，你知道木竹用五步撻起來，你撻起來每個撻一分鐘，你撻3頁，你說電腦卡冇一天頭，電腦卡發動3頁，你撳數下，未可以，一3頁木竹全看唔到，非常唔就冇法度成法嚟。個師裝扎一生意佢都係冇方便咧，佢如果你使用就係咩人有能力。一條親最大能力來協助來聽書。你下理事長，因為講比較較重要嘅係專業培訓，專業培訓嘅人聽書嘅人。跟唔來講下，你專業培訓體育嘅乜嘅項目，樣板型一走樣板嘅人員來培訓體育嘅。一簡單啦，做有心就冇心，你有心嘛沙飛都係一棟多啊！應該有能力嘅人，唔表醫院都按照志工嘛，呢度按照志工，一天嘅我希望沙飛都係有限，人身體要健康，有能力嘅人，多多加入我呀嘅視障協會做志工嘅行列，一個另外一個呢，希望政府機關啦，做培訓嘅，或者我呀視力協助員啦，佢仲有做受過專業時咧，我受訓過嘅，我希望政府多培訓一些一等於各個嘅年齡啦，嘅很多視力培訓員，跟樣了，不要帶我呀出去。帶我看片啦，帶我出去撩啦，帶我老我去打球嘅，讀書啊的。做啲就服務。我有服務，他們有些人講我有學過我有訓練過，冇法嘅木竹冇人啦，你帶一行都要行，你做唔到就正常人啦帶一行，不跌倒，咁樣尤其老人家的，唔都可以腳佢一跌倒跟當麻煩。過去叫訓練過也政府規定啦，即係受訓練人要90歲以下，希望建議政府做嚟提高到70歲。一般係正常人70歲50歲，係啦，係醫療服務嘅能力啦。冇也嗌佢嘛，佢法令規定個，我唔啱到我做唔得咧。冇個係當然嘅能力啦。當然能力講。你受訓你做志工佢要年齡係希望個人政府總嘅年齡限制提高到70歲，70歲75就唔怕嘛。係吧？一度老人家，你可以80歲裝40個樣嘅，係醫療叻對啊，冇錯。家理事長有講專業培訓留認證，那認證要乜嘅部分咯？主人呀，驗證府有嘛佢要佢開習班，開習班嚟你就上課，上比如3堂嘢，上完就8堂課嘛，上歷史、上地理，上完了，上完咧老師考試你去咧，佢就俾一種證書。就要靠比較唔要呢一項嘅能力證明，就做服務我呀，師裝扎咧。做廠安逸啲嘅客家免費，啲嘅行業嘅乜嘅中國級嘅認證啊，認證啊，中央按樣東西一要卡到嘅年齡上咁喊佢50歲、55歲，跟住當佢做頭路而家有可能講佢變出嚟做人風工係嘛？一天我有60歲、65歲，甚至於70歲，佢真要行咩？佢哋有人如果唔興而做，冇自己冇同意咯。佢要上去做，唔過冇自己啦，冇證書嘛。我記得日本有一隻政策，就講利用退休人員嘅服務能力。佢退休但係佢還有服務能力啦。那利用佢嘅服務能力，可以講佢60歲、65歲，佢還有10年嘅服務能力。對。利用呢個退休人員嘅服務能力，
呢個是漢字體了，漢字體了。就像也主持人講的話，日本啊，個新聞也有報叫傳統啊，做嘛搶嘅退休體的呀，50歲、60歲，甚至70歲都做掉出4萬塊。其實利用按照退休人員嘅服務能力。係啦，經驗能力咪唔做人幫佢做，啊嚟啦。呢位係泰漢之音調頻廣播電台 FM 97.1，呢係進行嘅節目《泰漢風雲》。每到禮拜四晏晝8點到9點播出。今日按一個來賓，按一個風雲人物，苗栗市長協會嘅現任嘅理事長王淑田王理事長，接下來請教理事長啊，一般人啊，一般人對呢個市長朋友。會有到嘅咁樣嘅心態上嘅無同樣嚇，你話理事長讀過冇？係哦，講對啊，下巴你就真係目測咗啲下咯。哦，你係講得冇？講得啦，唔準講唔怕。本來嘅聽眾朋友啊，一來了解，來分享一下。係啦，也就樣講，一切啦，講叫做冇收人啦。你將個頭擺木做好，身體好，這樣事啊，冇你我手冇你我幹咧，一下木做唔好係咪？行路一下冇方便，走馬都冇方便。當隻朋友講，拜託你咪搶名人搶唔拿係，佢幾塊一講啦，之後先講對方就唔錯，佢咁酷嘅咧，可能佢冇錢啦，一件唔係條絲啊，一件唔抵挨。叫有慢慢人睇，不是當好啊嘛。你做嘛有木做變啦嚟啦。嗰日頭呢，就同各位觀眾朋友啊，大家我拜託，老市長朋友啊，空下時間，一定要多關心佢。佢唔係一般人嘢。比如講，一下咬卡呢度市長朋友啊，下把兩咬卡了，兩咬卡了啊，各位。聽到朋友個啲，一伸擘住個筆嘅玻璃筆啊，拍攝咧咪做到一口一筆啊，我卡本來頭髮有5-6大，也冇卡算3隻，做埋個各位放心啲嘛，因為我佢作嘅呀，個下邊叉子啊，個玻璃要拍攝咧，下個玻璃筆邊當要拍攝咧，佢一夾出來，一拿茶，一剛剛要打天啦嚇，因為市長朋友幾條絲嘛，唔咩，個人得嚟我多多體諒，佢有木數冇市長朋友得，不管佢奶，不管佢做嘛，總係抵到佢喺市長咋，一條多多嚟聽書，多多嚟關心，個另外反應咧要多多按你前些時間，那唔抵，像多多挨王淑田嗰個。唔抵挨個，也係冇數變啦。喺擺路頭路面嚇，主持人喺度多嘅時間，我記得咯，審查嚇，喺咁多人入邊，紅黃睇嚟嘛，度顏料哦。係，係我講，李總嚇，李總係是啦，我頭擺都20年前啊都冇厲害啦，係16年，我啲冇厲害個行咧李總行咧做李總啊，加。李總嘅風評真好嘅，冇呀，係我咧，李總要對我太拋線啦，幾條怪啦，好神啊！唔卡咁講，呢就是講啊，嚇，唔卡咁講。假使講，從一下理事長講啊，假使講有人係類似咁樣對付理事長，也對付兩個市長大朋友，唔希望市長大朋友啊。按樣辦嘅心態來接受別人那個異樣的眼光，或者是歧視的那個心態度。你本身市長朋友，讀到按樣個啥，按樣去面對。嘿呀，下沙飛都嚟講，讀到市長大朋友啊，全部水準也提高嘅。市長大啲係沙飛的，他個坐撩來到沙飛撩，他個坐在大嘴嗰時都講當多。比如坐巴士嚟講，那搭司機啊，當個我我媽兒咯，我讀到我討論，乜個客戶呢司機，那搭一號那條線呢，司機啊一聽說，那搭司機唔好，需要那件賣菜地方，叫我講，啱係從討論，啱會啱係市長就會出嚟做。
来唱歌啦，參加發通嘅時裝雜的，因為我講就唔係個市面看到啦，就地道嘅，地道就話，他個就互相鼓勵嘅，所以啦，每人計較，少少就好，少少就好，跟住下邊有冇講少啊？佢一講嚟講，真行到啲嘢算係個數得哪嘅枯創啊？用呢本係動到都成次嘅啦，個意思講，有冇少係時裝雜，時裝唔可以省唔得事嘅，我嘅意思講，所有嘅觀眾朋友喺讀到時裝雜。行那個技法啦，有乜困難啦？多多嚟人幫忙，多多嚟人聽書啊，唔可以讓嘅啦。有技法，老朋友聽書就老人家聽書。對啦，你好，你技法好，我認為啊，非常嘅有道理。出門啊，人講路地在行，有乜人會回答啦，老人講，老人指路。有一年唔知噶多唔地路嘅所在，有冇人？有冇人？做咩係啊？老人聽書就等於老人家噶聽書，重要嚇。一下我想講時間還有好多分鐘嚇，我哋請教理事長嚇。一下你苗栗嘅時裝協會嘅理事長，喺呢個協會當中，你代表很多嘅時裝朋友。有乜嘅理想想去傳達嘅，有乜嘅意見想去建議政府嘅，唔都盡量講嘛。因為我做理事長啊，唔講啦。目前我要3年咧，接係理事長咧，接差唔多半年佢假。半年佢假咧，叫上，當多。係，唔怕唔都講啊。冇咧，你做多嘛？難樣啊！唔怕，唔想去做你就講。某天有一日人嘅理想就變咯。係啦，而家最想嘅啊，從係一出人啊，當到朋友打嘴鼓。我講係苗栗啦，咩當到邊人當到學校，係嘛？舊時啊，學生細少，間好地方啊，買賣啦，料一件啊。比如講，呢就學校啊，而家學生細少嘛，嗰就學校當好嘛，逢見要講學校要好，本來做視障協會啊，做一個協會，因為我最開心，協會體制啦，體制，服務嘅所在，做乜呢？我要視障者老師要當多，乜嘢做教，教育咧國實做咯，特質家庭，需要3飛啊，特質地方冇中央啊，冇幾耐都選嘅地方啊，好陌生，好驚殺，冇唔得意行過去拜到幾多地咧，冇藝上係苗栗啦，喺做嘅成立喺我哋地方，潛質地方，本藝啊嘅做個訓練所，協會做辦公所，藝啊咧時裝雜嘅訓練所，呢啲客家人講咧，本藝就要摘掉啦。對啊，對，一個本嚟就對啊，搞藝啊，就做下坐低，有一下人家沙飛當推行嘅話，老人家依啲據點啦，據點係關懷據點嗰種啊，我講喺沙飛啊，時裝雜關懷據點，同埋做個苗栗縣視障者關懷據點，要做雙科技，要做神法，樣做嘅，不過看片我做埋得。你都用縣政府冇想到喺我講人嘅想法，便宜要，但是要真係照顧到，要使用，冇喺我啊，嘅木樹冇嘢啦，種下，要門險要乜啊？唔講而呢隻地方，比如邊人嚟講啦，比台灣苗栗嚟講，太平啦，比如太平那個邊人，都覺得費也是冇可能3費，一隻學校啫，本來做7種所嘅。18項字，真係人全部嚟上課，15，考出嚟，我轉下，喺做嘅多從啟聰學校、啟明學校，本地係行得好。政府有錢，比如大數一副你就補助佢嘛。我佢有錢咧，你就數一班嘛。我佢當有錢咧，就招全日數，唔可以撞好。喺咩人舉證苗栗嘅咧？人家講木祖母啊，係攞10種去啦。對沙飛也好，
對嘅施裝者也好，全部按安全咩？他請施裝者，唔講冇錢，唔知嘅太平大，冇啲嘛條款嘅時，全部坐喺關櫃籠啊，呢個錢，攞入服務，唔好廿集嘅陣，將係哦，你係建議者嗬。將係施裝者啊，驗政府做起嚟當簡單，一啲按到學校費睇。唔是重建器啊，係啊，你按到學校費睇。係啊，係啊。社區些狀況啊，有些高一嘛東西的哈。哦，你建議。咁我係失敗鄉鎮哦，只有施裝者。唔像人啊，我哋成成啱啱，啊上醫以後呢，呢度施裝者，啊四方門嘅你看見的，哦，有幾啊隻鄉鎮係很稀唔多，仲係稀唔多。睇驗咗太晏，個散彈過，阿佢叫得出嚟看片嘅啦，一要馬上出嚟拜，我要堅持拜嗬，因來當唔放片，冇嗰個苗栗啦，如果人有個施裝嘅使用所有啊，佢出嚟。而一輪苗栗看片嘛，啱啱呢啲攝影鋪啦，全個要查，一馬上送上，因為當場宣傳各方面，就唔好講係隆隆重重。好，有冇門下？你一點李司長講嘅有道理，還有乜嘅冇？還有一點去做到話，佢就飛唔出嚟，就飛唔出嚟啦。係話嗰人講咧。那前面人家要辦啲正常要買件冇人管，唔想係施裝者，行間門有粉係啊睇話，係嘛？唔講嗰人係施裝者省力多呀嚇，好彩冇啲識嘅移民呀，移民咩話？哦，每十潘公嘅地方本係啊，隔隨意啦，依嚟話嗬，我講依槍啦，我施裝者來自失敗鄉鎮都嘅噶，上台牌呀，啲都有的。很車嚟上嘢的，喺咪周家嚟講嘅，唔坤話個天王錢就丟本嘅一對。哦，你係依種嘢。成年中書喺完成了，係做理生咪做成年啦。每日嚟丟啊，那開路本嘢就行。係啦，一丟同埋做起嚟，不過慢做，比如有人一起煙做，一喺邊買個煙做，嗱做下就當個溜就排咗嘅。萬事，神推咗你就啱。各位鄉親朋友，非常歡喜今日有請到苗栗市長協會嘅理事長王淑田王理事長到俺一個節目中來，老大家呢來分享市長大家朋友嘅甘勞苦希望大家對呢個市長朋友唔好用另外一種嘅心態來歧視呢個市長朋友。今日非常多謝王理事長到俺一個節目中來哈，讓聽眾朋友來講很多。非常多謝人家主持人，也多謝各位觀眾朋友收睇，按住說祝大家身體健康，事事如意，謝謝。好，謝謝王理事長，謝謝。好啊。